台湾出口到美国的产品，8月初7开始就要扣20%的关税，是比日本、韩国佫加5%，这嘛恐惊影响到咱出口的竞争力。上总的理事长柯苏普嘛指出讲，这恐惊嘛会造成产业外移的状况哦。呼吁政府就要继续来谈判，争取佫较低的关税。今仔台股一开盘就落超过300点，上济落370点哦。也毋过盘中可能有国安基金护盘，无过继续落尾是落108点收盘。美国对顶关税8月初1全数公布，台湾关税公布是20%，关税海中头一个受应用产业，包括直接出口到美国的工具机、机械、汽车零组件，利润少国加上高关税，多数是中小企业，恐惊会失去竞争力。只能说它是60分，但是要补考。原来这个，包括赖总统、包括行政院都讲，这是一个暂时性的关税。那希望在将来未来的谈判里面能够再调降。那也表示他对20%是不满意的，也不见得完全是景气寒冬啦。台湾人很厉害啦，他只要有一个规范，他自己会去找出路啦。只不过是不是全部都跟流台湾，这是大家要去思考的问题了。工商业界真烦恼，比较出口产业顶台国家，日本、南韩税率45%，台湾税率加出5%，单手出口商品竞争力减少。另外，单项国海布局国家，包括中国税率30%，越南20%，泰国19%，拢关过15%，恐惊促使厂商思考海外新布局。台湾20%的税率到底是安怎定的？根据外国媒体报道，无达成协议，佮甲美国存在真大的贸易逆差，恐惊税率拢未伤低。不是我们想怎样就怎样，反而是整个的关税税率，还有未来的这种付出的代价啦、承诺等，是由美方在决定。如果说我们要追求15% 关税的话，那可能就是要对照日韩。关税状况也引起市场惊吓，初一台股开盘23318点，波捌超过300点，也毋过盘中亲像国家队进场护盘，波势收煞，暂时无继续扩大。我们一向都还在护盘当中啊，没有什么加不加紧的问题，我们会密切关注嘛，看市场的反应状况，我们会妥善的处理。根据中研院7月份分析，那代表对美金汇率维持伫29块，对顶关税落伫15至20%，今年 GDP 成长大约2.93%，可能无保三，也毋过对顶关税一直到8月初7才正式实施，外界毋茫有转变的机会，减少冲击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